各位的主内兄弟姊妹平安，各位的朋友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来到主的圣日，咱三甲伫遮，借着上帝话语，借着圣灵的同在带领安慰，互咱伫即阵特别的时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盼望。愿上帝甲咱同在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看顾阮到如今，多谢你甲阮同在，因为借着主耶稣来到这世间，伊是以马内利来神甲阮同在。阮虽然伫各款的困难灾难当中，有主你的同在，阮心内就有平安。阮感谢你，求主你互阮借着这个特别的时期，学习吞忍，学习听候，学习真侪属灵的功课，学习感恩，因为时阵有真侪人可能无家可归，可能连3顿。发生问题，求上帝你怜悯因，也互阮现在伫厝内，伫咧休困的时阵，求你的灵也加持阮属灵的功课。阮将今仔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你，凡是普天的奉主耶稣名来聚会，来伫这个梦想。来听道的人，求上帝祝福因，来甲因同在。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伤，罪蒙赦免，我今得着释放，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伤。受死，为我受死，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死，因他受死，我的救赎父亲，都是因着耶稣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为我复活，有坟墓里，主已为我复活。今后不能害我，都是因着耶稣为我复活。
为我活着，在高天上，耶稣为我活着，替我祈求，并且当我软弱，都是因着耶稣为我活着。为我再来，为我再来，必有一天，主要为我再来。天主爱怜何等喜乐畅快，满心赞美主，他为我再来。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今仔日早起咱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唯一有法通拯救咱属灵生命最第古早的处方，还是药方，英文叫做 prescription 啊，有一项拯救咱世间人生命灵魂的这个药方啊，最第古早的、最第古老的这个处方 prescription 呢啊是什么呢？盼望咱听了下面在神的话语，咱能得到帮助。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伫现在这款这个病毒非常流行伫全世界，逐个人的心中到底有什么款的心态，有什么款的心情呢？啊，咱有法通归纳下面几方面啊，这是普遍的世间人心中，无论是有病的、无病的，真侪人的心中拢有送这款的心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孤单、苦闷，真 lonely， 心内真苦闷。第二项就是进退两难啊，就是要去也毋得，要来也毋得，要进也毋得，要退也毋得，要出国也毋得，要点了也毋得，要做生理出去，做生理也毋得，要关点也毋得，这个就是进退两难啊。搁再来就是担心挂虑啊，逐个人担心挂虑。搁来呢就是忧愁心烦啊，逐个人忧愁啊，心内真烦真压榨啊。过来呢，就是遥遥无期啊，就毋知影什么时阵这个代志会了啊，会结束啊，遥遥无期，也远啊，毋知影第时才会了啊，毋知啊，抑个什么呢？担心啊，惊吓，担心惊吓，抑个来苦苦来听候。苦苦伫咧听候，伫咧等啊！什么时节才会了啊？什么时节啊？伫遐等。伫教会当中吼，有一句安尼常咧讲的话：嘴拍算，慢拍算，不如神一算。啊，真侪时阵，咱拍算东，拍算西，啊，计划这项，计划迄项，但是结果咧，啊，亲像竹仔拿啊。咧抢水一场空，啊，就是咱一切努力一场空，嘴拍算，慢拍算，不如神一算。虽然咱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上帝仍然疼咱，伊保守咱，叫咱有通食，有通徛，有衫通穿，啊，咱有法通叫家庭的人，有法通做一个，啊。咱来感谢主，
有一首诗歌，伫咱苦难当中，常常互咱简短的安慰。这首诗歌的名叫做《天父的确要看顾你》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天父必看顾你。我小可就将这首诗这首歌词小可读者任何拄着什么代志，毋通惊吓，天父的确要看顾你，的确要将你稳重伫伊的实果下面，天父的确要看顾你。第二节，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的确要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通逃避，天父的确要看顾你。凡係你所使用的，伊的確要供應，天父的確要看顧你。凡係你所求的，伊的確要垂聽，天父的確要看顧你。無論經過什麼款的試煉，天父的確要看顧你。軟弱野善，靠着伊的行傳。天父的確要看顧你，天父的確要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伊的確要看顧你，天父的確要看顧你。現在人的生命，攏伫這個痛苦當中，伫咧煎熬底下，伫咧着急心中煩悶所以人的心中常會問出一個問題：誰有法通拯救我的生命，脫離這個世界的痛苦？有法通拯救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呢？這個是咱攏知影，佇這個疫情非常厲害一日有2-3千個人，有的國家是幾萬人，一日當中幾萬人，50萬人、20-30萬人，安尼得了這款的病，入去醫院的內面所以一個開錢入去病出來。叫做算飛幣算100萬的，幾落100萬的聽說美金也是120萬的美金普通的人想要有這錢，當來應付這個醫院的這個費用呢，真惡。所以這個是人最得驚的是什麼是破病。人就聽到破病就驚咧等咯。袂堪咧，就會破病啦。那破病着可能是家產這樣無咯，白去咯。所以現在人最得驚的就是毋好破病。其實聖經當中也講到，咱人是一個罪人，較咱一個病人一樣醫生咱人。健康的人也需要醫生健康的破病的人需要醫生，無破病的人就無需要醫生。其實耶穌咧講的意思就是咱逐個人攏有屬靈的這個破病。佇馬可福音第2章16、17節有一段話安尼講。法利賽人當中法利賽人就是一個猶太教內面的這個宗教領袖叫做法利賽人這個法利賽人當中的文士看見耶穌甲罪人，並且懷稅吏就是受洗洗受的人一同咧食飯，就對伊的門徒講，伊說伊就是主耶穌，伊說伊甲遮稅吏
甲罪人一同食饭吗？伊说敢若是恁的先生甲在别人所看毋起的，你专食人钱的，做VIR 的人，甲罪人三合做一个伫咧食饭兼会做咧安尼耶稣就听见，就对因讲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伊的意思就是健康的人毋使医生有病的人才着用医生耶稣佫讲，我来本是毋是要呼召义人，乃是要呼召罪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咱每一个世间人拢是罪人拢是有破病的人另外一个所在，圣经佫安尼讲罗马书3章10节到12节安尼讲，说就亲像圣经顶所讲，无有义人，连一个人也无无有明白的，无有祈求神的，拢是偏行家己，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无有行善的，连一个人也无所以，即个圣经是甲咱讲，伊说咱世间人拢是罪人，得罪上帝，得罪人的罪人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属灵的病人，拢着需要耶稣这个大医生人来拯救咱的生命，来医治咱的生命。圣经佫安尼讲，伊讲罪的代价就是死，死了以后也着佫受审判，就是入去永永远远灭亡迄地狱，受永远的火湖内面的审判甲刑罚受到迄个火湖内面的刑罚。所以耶稣所讲的，伊讲这个世间人因为拢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属灵的病人所以人必须着医治咱这个肉身咱这个肉体破病了，必须咱就欠用医生甲咱看病，甲咱医病。但是这个病人医好了后，伊也佫会变，或者伊若袂变，可能伊会延长伊的生命20-30年、40年左右可能较长的时间无法通讲。但是虽然伊身躯延长了，但是总有一日伊的生命也是会渐渐的老化，一直到死去的迄一日。所以当一个人死去的时阵，伊就进入到上帝的审判内面就是要判定伊到底是要入去天堂呢，还是入去地狱呢，永远受苦。但是这个属灵生命的人，这个信主耶稣基督得救的人伊的灵魂甲伊的身躯，拢会进入到迄个永恒永远的天国内面去。所以，咱既然咱人有这个灵魂的破病，以后会死亡，那么到底这个宇宙当中，是不是有一款拯救的办法是不是有一款拯救人的灵魂叫生命的这个药方prescription？ 圣经讲有，无论伫旧约还是伫新约内面拢互咱看到上帝为咱人类预备这个药方，一款会拯救人灵魂生命的这个处方，这个 prescription 所以只能有一个办法，上帝无用真侪办法，上帝也无用天使，也无用世间任何的一个人，上帝孤单指定一个人就是对天降临来到世间一个人。所以圣经甲咱讲
是《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安尼甲咱讲，说除了伊即个伊吼，到底即个伊是啥啊？就是指耶稣基督。除了伊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个名，咱人通靠着伊，通来得救啊！所以伫即节圣经甲咱讲啊，是除了耶稣以外，无别个拯救咯，就是独一的处方，独一的 prescription。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个处方咯，无有别个办法咯，咱通靠着来拯救。所以伊的意思哦，是甲咱讲，关于咱拯救人灵魂生命的除了即位耶稣以外，伊讲这普天下无别个处方，无别个救法咯，来救咱脱离人类的生命袂死，救咱脱离生命灵魂的永远的灭亡，无别个办法，除了伊耶稣以外。咱拢看到现在这个世界顶有真侪款的宗教，有宗教的发起人、教主，有真侪款的宗教，人讲我着信这个才会得救，个人的办法。其实在发明在宗教的人拢是归纳伫这个圣经所讲的世人拢犯了罪，每一个罪，世间人都是罪当中，在发起人乃是罪人当中其中的一位，只不过因可能会头壳较好，或者是较有影响力，或者是因的道德较高尚，伊就想出一套的哲理、哲学要来叫人来脱离这个苦害，伊就教人说，恁就做好事，做好人，毋通七想八想，然后呢，咱就会得救了。但是，这款的活动、这想法，只限定伫这个世上尔定，可能在学术、在哲理是暂时伫这个世界当中人甲人之间有一件益处，有一件效果但是对于人将来的灵魂要去的所在，无一个确切的知影。独圣经真确切的甲咱讲，除了伊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了。耶稣本身来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若无遮着我，无有人有法能到天父迄个所在去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处方，独一无二的救法因为耶稣叫别人无同人只是有限伫这个世界暂时的几十年当中。但是耶稣未出世，伊来到世间的时阵，伊就永远就存在了。伊是为着要拯救人，上帝才找伊来暂时进入到这个世间，甲人同款，有食有啉有生活有做工来体贴人的各款的痛苦忧愁，各款的问题。但是耶稣来到这世间无一个人有法能超过伊伊是过去、现在、将来，伊知影过去，知影现在，知影将来到永远。伊为着要拯救世间人，伊为着咱的罪，代替咱人的罪受刑罚，来到这个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流出宝血，牺牲了伊的生命。然后死了后就埋葬，3日
了后，搁再复活咯。耶稣的复活证明伊是对上帝遐来。耶稣的复活，伊就是战胜了、得胜了这个罪甲死亡这项代志。伊后来复活，永永远远搁活咧，永永远远搁活咧。伊伫上帝遐来替咱祈祷，伊有生命，伊才有法通赐予人生命。在救主世间的救主，伊家己都无法通拯救家己。伊也阁受到这个死亡的控制，伊无法通阁活起来。伊存留的只不过是黑化了后一根骨头尔点。骨头有法通拯救人无？骨头有法通拯救人的灵魂无？只不过生命一死了，无阁活。但是主耶稣的坟墓，无人有法通找到，伊内面也阁有伊的死尸。耶稣的坟墓无死尸，咱有时看到古早时的一个墓，伊的一个干尸啊，这个大的尸体也搁伫遐，但是耶稣什么的墓也内面什么拢无，因为主耶稣升天了，所以耶稣才有法通赐予人生命，才有法通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啊！人无了主耶稣，就无法通得救，无法通进入到永远的天国的所在。所以耶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有了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是世间人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福气。我是大人。我的老爸伫临终要过身以前，问我一个问题。伊讲：我死后，我要去倒落啊？我甲因讲，咱的身躯死了后埋葬，灵魂到上帝遐。有一日啊，主耶稣第二摆降临时节，在信主的人。身躯搁活起来，叫灵魂啊，肢体做一个，即款的复活啊，就是永永远远的甲主同在咯。我佫将简单的这个个详细的福音啊，向伊讲一摆。伊信主了后，伊接受了后，伊的心就较平安咯。后来，伊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世间。伫以赛亚书第53章内面啊，也是一个最伫古早的处方，最伫古早的 prescription， 就是拯救人灵魂生命的一款的处方药方。有一摆啊，有一个船长啊，伊是一只大船的船长。伊拄着真重的病，真严重的病。伊也是困伫伊迄张船内面的一间房间内面啊。伊渐渐看到伊的身躯啊，一日比一日较软弱咯。伊也知影伊要离开世间无偌久咯，但是呢，伊心中啊，无停的直想到伊一生当中啊。犯了真侪罪啊，做了真侪歹代志啊！想到伊顶摆啊，在真无好的生活啊，怎样对待人，怎样犯罪啊？所以伊若想的是，这心内愈无平安，良心啊，伫伊的内面啊，无停的伫咧控告伊，所以心内无法通得到平安，无法通安息。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啊。伊要找谁来要讲话呢？要找谁来有法通甲伊诉苦，讲到伊心中的惊吓甲痛苦呢？后来探听说，伊这个船内面啊，这张船内面吼，有一个基督徒，伊就请人吼去叫人去请这位来基督徒来。这个基督徒的名叫做大卫
大笔伊就来到这个船长的床边伊就甲因讲这个船长甲因讲，伊心中的痛苦内心的无平安伊毋知影要怎样有法通脱离到这个罪的赦免所以伊心中无平安所以大卫这个大笔就讲这个船长讲伊说船长当我离开阮兜要去外面做工的时节阮老母送托我一本圣经，伊甲我讲，伊说你每日要读圣经，佮甲我讲，伊说要怎样咱的生命要怎样得赎咱的罪，要怎样得到上帝的赦免因老母就掀开旧约圣经，掀到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安尼讲迄搭的圣经是安尼讲伊成年担当咱的忧患这个伊成年担当咱的忧患，这个伊是指新约的耶稣伊说伊成年担当咱的忧患，背负咱的痛苦咱却以为伊的受责罚被上帝击打了、苦待了，咱会知影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孽来压伤伊因为伊受的刑罚，咱得到平安；因为伊受的鞭伤鞭拍的伤咱就会得到医治咯。第6节安尼讲，伊说咱亲像羊行袂路，逐个人偏行正路，偏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甲众人的罪，拢归纳伫伊的耶稣的身顶咯。圣经就是讲到伊，就是讲到主耶稣，新约的这位主耶稣。所以这个大卫这个基督徒就将这段圣经读互这个船长听。说船长我会用咧，搁再读互你听袂？伊说会做咧。当这个大笔这个大卫，这个基督徒，搁再将这圣经节读互伊听的时阵，并且甲伊讲，伊说船长这个圣经节每一摆读到咱就讲到你，讲到我，你将你的名甲你安插，甲你刻咧圣经节这个咱就是我，就是你的当中，你安尼过来读这篇好无？我读这篇，你就对我。所以这个大卫就搁再安尼读这篇，这个船长将伊的名刻咧伊内面，讲伊成年担当了我船长譬如说伊是 George。伊耶稣成年担当了我 George 的忧患背负了George 的痛苦咱会知影伊是为着 George 的过犯来受害为着 George 的这个罪孽来受压伤，因为伊受的刑罚 George 才有法通得到平安。因为伊耶稣所受的鞭伤 ，George 才有法通得到医治伊说我 George 亲像一只羊行袂路，George 是偏行家己的路，耶和华却将 George 甲众人的罪，拢归纳伫这位耶稣的身顶了。
当这个利未这基督徒将这个圣经，甲将迄个人的名刻入去这个圣经册当中的时阵，这个船长啊，目屎真会对目睭顶面流落来，非常受感动，并且伊的两手合力来做祈祷。伫以后的日子啊，这位船长啊，伊无惊吓咯，伊无担心咯，伊心中充满着平安。隔无偌久，伊就离开世间。当伊离开世间的时阵，伊深深的真有把握的相信，耶稣是担当了伊一切的罪过了。伊顶摆所犯的罪，正亲像圣经所讲，伊担当了伊的罪过。各位的兄弟姊妹，各位的朋友，还有一则圣经节吼，咱真常读啊。约翰3章16节，讲安尼，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换当咱若是将咱的名同款的安尼甲你刻入去这个圣经节内面啊，咱同款有可能得到平安，得到上帝的拯救。咱若是谦卑会安尼认真的将这则圣经读落去，将家己名摕咧内面，上帝也是要拯救你。我一阵啊，搁读一遍，你将你的名刻入去啊！我若讲到安尼的时，最后请你将你的名刻入去啊！开始，神疼你的名，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叫你的名信伊的，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有的人啊，到今仔日也阁无法通确信、确切的知影伊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有的人甚至对这个死亡啊，存着惊吓的心啊。你若是抑阁伫一款惊吓甲无平安的情形下面，请你搁再读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将这节我将你的名刻落去，并且认真的来接受内面的话，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并且将约翰3章16节的将神疼世间人是将你的名刻伫内面，上帝听 George， 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耶稣赐予 George， 叫 George 心内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今仔日你若是安尼照做，我深信你已经得到了主耶稣，你已经得到了主的赦免。耶稣伫十字架顶啊，一定为着你的罪、你的痛苦、你的忧愁来钉死十字架顶。伊要赦免咱的罪赦免咱一切的过犯，你就可能得到对顶面来、对天父下来的平安。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的平安伫你的心内。咱搁在即摆三甲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的信息虽然短，但是你的话语是毋是突然出去的？凡那是听到的人、来接受的人，拢会得到上帝祝福，得到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有可能得到平安，得到天国永远荣耀的盼望。但愿上帝，即阵世间人有真侪痛苦忧愁，
悲当担。耶稣安尼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遮来，我就要互因得到安息。但愿每一个人真心实意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的，拢有法通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拯救因灵魂唯一的这个处方。感谢主，愿上帝你祝福大家人。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